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我是镜子。今天我们去苏州市会议中心演出，一场订婚宴出发。订婚宴演出不是很多的，像我们一般是小孩升学宴、满月酒、婚宴、寿宴比较多，但是订婚宴还是有的，一年最多1到2场。这个地方开车一直路过，自己还没进去过呢。这里看着蛮高大上的。这里是4号楼，我们是7号楼。今天就是这里呀，这个舞台挺好看的，8桌。镜子，走吧，我们去换衣服吧。不愧是苏州市会议中心啊，这个里面硬件软件都很好。一个很神奇的地方，只要是我们唱过的新人，他们往后都会非常的恩爱幸福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见证他们的不仅仅是下面8桌的亲戚朋友，还有江浙沪无数的粉丝，你们也是见证者，大家送上的祝福都会传递到他们身上。朋友们，今天遇到一个大的挑战，这个订婚仪式他们没有请主持人。现在我要被拉过去，自己主持完，自己再唱评弹，内心有点忐忑。这个主持真的是从来没有搞过。来宾，各位亲朋好友，大家中午好。吉日结良缘，今天是公元2023年11月18号，黄道吉日。在这个美好而又快乐的日子，我们相聚一堂。人这一辈子都是在学习的路上，第一次做主持真的蛮紧张的，不过也非常感谢能有这个机会和缘分。唱这个节经典的收最平台，地具体上用不分，希望2位能够旁队以待，能够为你多吃，我就为你唱。谁当见佛心，吹干世上新风。做我们这一行一定要耐得住饥饿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台上唱，下面都在吃。演出结束了，我们要回家了，宝鱼们，再会。